珠海別墅千千萬啊，唯獨呢邊嘅別墅就最討我哋港澳人士喜歡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地理位置非常之正啊，係喺我哋嘅紅鶴大橋落橋點啊，基本上15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嘅橫琴口岸，25分鐘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。最緊要而家呢個市面價已經低到谷底啦，曾經4位數，現在3位數就可以實現到夢中情況啊！今日我哋就嚟到我哋嘅珠海華發保利天和，睇一睇佢哋別墅究竟有幾誇張啊！小區入邊咧仲安置咗我哋一個網球場，我同你講，只要你成為呢邊嘅屋主啊，晚年都可以享受啊！佢呢邊有我哋嘅室外、室內，仲有嗰個紅土網球場，我都話呢個小區配置滿滿嘅。荷包有幾厚啊，屋就有幾厚，呢個係個定律嚟嘅。我哋再嚟欣賞下入門口呢邊咧，佢係擁有140方嘅私家露台。我同你講，呢邊你可以擠到2、3台法拉利都任你玩。呢邊係花咗巨資12億打造我哋嘅高爾夫景啊！你睇下，呢啲就係有山有湖有海嘅感覺。你睇下呢啲景色喺邊度揾啊？但凡喺珠海嘅話，冇幾多個獨棟啊。加上咧，現在一個別墅。土地係越嚟越少啦，所以話呢一邊總體係先得個163戶。我哋可以睇到啊，呢一個私家露台咧，其實就係開發商整出嚟嘅。我哋喺隔離可以睇到佢完全係一片空地嚟嘅。但係呢個都唔緊要，嗱，你後期可以改造咁，你可以整一個小庭院同埋我哋一個游泳池都 OK， 仲係露天啊！即使今天係陰天啊，但係我覺得睇到呢啲景觀之後，你心入邊都係晴天啊！講明係獨棟啦，咁啊圍合式嘅一個庭院係該有嘅，總共係接近140平方。呢邊非常之適合大家種花花草草，特別係養寵物嘅朋友，我覺得呢啲真係是誰看誰愛啊！呢啲就係享受型嘅生活啦。天母門一開啊，財運就自然來啊！你睇一睇佢外立面係非常之現代化噶。咁我哋首先欣賞下我哋一層呢邊擁有10米嘅開間，我頂佢個肺，成個客廳都可以採用我哋呢啲咁嘅透光鏡啊！真係坐喺度就可以感受到成個高爾夫啊！不愧係值我哋12億巨資打造嘅景觀嚇。我哋可以睇到成個客廳係咪個空間？呢邊係有2個房間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啲裝潢嘅話非常之舒服啦。咁呢一邊咧仲喺度整緊我哋嘅電梯嘅位置啊，咁過到呢邊係一個大一個套間嘅位置啦，咁都係可以望到我哋高爾夫景觀嘅，呢種感覺就係太寫意啦。所以話隨住我哋一個別墅個產品越嚟越少嘅話，其實大家都知道點樣選擇啦，因為趁住現在係最低嘅價格，係咪先？咁過到呢邊，我覺得哇！真係再欣賞一下佢呢啲旋轉樓梯呢啲挑空嘅設計，哇！呢啲咁嘅景觀面而家只需要3位數，太誇張啦吧！真係超級中意佢呢個中西廚結合嘅一個廚房啦，同埋呢邊個餐桌位，呢啲就係別墅嘅享受型。無論你嚟10幾20個樓或者30幾個樓，完完全全空間感就係可以俾足你啊！每一呢邊仲係驚喜滿滿啊！落到呢邊仲有個棋牌室、品酒室。如果你哋中意飲茶，呢邊你睇下，哇！呢個環境太寫意啦！特別一提，你睇下地下室係擁有我哋差唔多接近200方嘅面積。你睇下呢邊做一個遊玩區域，嗰邊做一個觀影室，然之後呢邊仲有一個打桌球嘅地方。哇！呢啲生活啊，唔住上啲咁大個屋都體驗唔到啊！總層數咧係3層高嘅，我哋喺2樓個位置咧，佢仲有2個主人間，望出去景觀都係一望無際檔。呢啲高爾夫景觀實在係太正啊！同你講，咁特別一提咧，假如你可以按照呢個風格去裝修嘅話，旋轉樓梯係 OK 嘅，嗰邊就可以按留埋一個電梯嘅位置啦。咁睇到嚟呢度嘅話，我覺得珠海嘅別墅你哋知道點樣揀啦。假如你感興趣嘅話，留低3條我將資料發俾你哋啊！